同款嘛是惊互人骗去，这是南投市福光路，是小头国道3号重要的车路。这站啊，因为当咧做工程的关系，限速为本来40 km 落到20 km。民众讲，这个无细力度的超速嘛，警体警察袂输乌坑互人跳。落尾南投的警察赶紧出面看冤枉，讲负责的单位是高工局，高工局落尾手嘛赶紧甲超速翕相机刷走。这敢有可能开20？无可能，绝对4、50几年。嘿啊，真正有够hạn。民众拢讲伤过hạn啊，因为南投市福光路有部分的路段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。啊，就骑你马就好啊，用行的就好啊。伤hạn吼。系啊。民众足无奈，这个路段是连去国道3号重要的一条路。最近因为在做国道高架桥补强的工程，做工程路段的时速对原本的40公里降做20公里，等于是减一半。油门一个打落去就会超速啊！民众拢讲警察实在是欠钱欠真多，将民众当作是银行，但是警察嘛画冤枉。福光路交流下来的一个平面道路施工的部分的话，哈，不属于我们南投县警察局交通队的前者哈，是属于高工局的哈。主要是靠近我们目前国道3号桥梁因应那个内政补强的施工啊，那有临近工区。限速的部分是因为在工区内的话是限速20，那地方道路的话，它的速限是不变的。看到民众一直咧海村，这支时速20公里的告示牌啊，最近无去啊，意思就是民众同款会使以40公里为限来经过这个路段，但是高工局嘛提醒民众，经过施工的区域嘛是要减速，驶较慢咧，才会当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